现代台语版圣经约翰福音第18章，耶稣基督说，就甲伊诶门徒出去，过去汲文溪诶迄边，伫遐有一区园，耶稣甲伊诶门徒入去。出卖耶稣诶犹大嘛在迄所在，因为耶稣甲伊诶门徒常常伫遐聚集，所以犹大就带一队罗马兵以及祭司长甲法利赛派诶人所派圣殿诶警卫去到遐，手举灯、火把甲武器。耶稣知伊所要拄着一切诶代志，就行进前对因讲：恁伫找甚物人？因应讲：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讲：我就是。出卖耶稣诶犹大嘛甲因徛做伙。耶稣一个甲因讲：我就是，因就倒退，倒落去涂骹。耶稣搁一遍问因：恁伫找甚物人？因应讲：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讲：我已经甲恁讲，我就是。恁若是伫找我，遮个人就放互因去。这话是要应验伊以前所讲的：你所服我的人，一个都袂灭亡。西门彼得有带一支刀，就飞出来，对大祭司的仆人扑落去，甲伊正边的耳仔射起来。迄个仆人的名叫做马勒古。耶稣甲彼得讲：刀收入手。爸所予我的苦杯，我减会当无啉。后来，迄队罗马兵甲队长以及犹太人的警卫掠耶稣，甲伊绑起来。因先甲伊押去予安那，因为安那是迄年的大祭司该亚法的丈人。这个该亚法以前捌对犹太教当局建议讲，宁可予一个人替众人死是较好。西门彼得甲另外一个门徒缀耶稣去，迄个门徒甲大祭司有熟识，所以缀耶稣入去大祭司公馆的内面埕。毋过彼得徛伫门口，甲大祭司熟识迄个门徒出去，甲顾门的女婢讲一下，就带彼得入去。顾门的女婢对彼得讲：你嘛是迄个人的门徒吼？伊讲：我毋是。因为天气冷，遐仆人甲警卫烧火炭，徛伫烘烧。彼得嘛甲因做伙徛伫烘。大祭司审问耶稣关系伊的门徒甲伊的教训的代志。耶稣应讲：我拢公开对世间人讲话。我常常伫犹太人聚集的会堂甲圣殿内教示人，我毋捌秘密讲。你是安怎审问我？你去问捌听我讲话的人，看我对因讲甚物，因知我所讲的。耶稣讲了，徛伫边仔的一个警卫甲伊扇喙皮，讲：你敢安尼应大祭司？耶稣应伊讲：我若讲毋对，你着指出错误；若讲对，是安怎甲我拍？然后安那将互人绑地的耶稣押去予大祭司该亚法。西门彼得还徛伫烘火，有人问伊：你嘛是迄个人的门徒吼？彼得毋认，讲：我毋是。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耳仔互彼得射起来，迄个人的亲情对伊讲：我敢毋是有看到你甲伊伫园内。彼得搁再毋认，迄时过随时提。透早，犹太人的领袖将耶稣对该亚法遐押去总督府，
因家己无入去，因为惊捌着拉伤，煞袂当食搬过节的晚餐，所以比尔多出来见因，问因讲：恁佮即个人甚物罪？因应讲：即个人若无做歹代志，阮袂甲伊交互你。比尔多甲因讲：恁家己去办，照恁的律法甲伊审判。因对伊讲：阮无权甲人判死刑。这是要应验耶稣以前所讲的话，表示伊得要安怎死。比尔多阁入去总督府，召耶稣来，问伊讲：你是犹太人的王是无？耶稣应讲：你安尼问我，是你家己的意思，还是听到别人甲你讲我的代志？比尔多讲：我兼是犹太人，你本族的人，甲这市长将你交互我，你有做甚物代志？耶稣应讲：我的国度毋是属即世间，我的国度若属即世间，我的部下会为我征战，免你到我受出卖，互犹太人的领袖。其实我的国度毋是属即世间。比尔多就问伊讲：安尼你是王咯？耶稣应讲：你讲我是王，我为着即个出世，为着即个来世间，是要为真理作证。属真理的人，拢会听我的声。比尔多问伊讲：甚物是真理？讲煞，比尔多就搁出去外面对因讲：我查袂出伊有甚物罪。恁有一个惯例，伫搬过节，我着放一个犯人互恁，安尼恁爱我放犹太人的王互恁无？因搁大声喊：毋是即个人，阮爱巴勒巴。巴勒巴是一个暴徒。